等来看咱国内这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今年会分年尾奖金的公司呢是有68%，平均是来领过半月。其中领上介济就是半导体产业啊。这段期间呢，是因为美中关系，也佮有台币关税的无确定性，真侪企业呢对于明年的这景气态度是真保守。也毋过考虑到这营运的状况，也佮有竞争力，明年也是有60%的公司是愿意起薪水的。 特别年底啊，真侪民众嘛开始得期待年尾奖金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，今年会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%，年终的金额平均是1.56个月。其中年终上侪的是半导体产业，拍算是发1.98个月。另外，在调薪水的部分，科技、软体也佮有网络产业等等是调薪调上侪的。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电子制造业的部分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薪酬。那当然还是有金融业的部分，其实是也是给予一个不错的一个薪资待遇。 根据调查，因为美中关系和关税政策的无确定性，多数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也是偏保守。敢若半导体产业对明年发展有较乐观的态度。 但是考虑到公司营运状况欠工和维持市场竞争力，明年也是有64%的公司愿意起薪水。人力银行是讲，员工若是要有更较好的薪水，嘛建议会当进修 AI 科技的能力，来应用即马机械制造业、电子零组件和电子制造业对 AI 的人才需求。其实 AI 已经变成我们企业上面所谓的基本的一个能力项目了吼。那不断的去挖掘具备有 AI 人才的人，当然是目前企业常在做的事情。 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，目前台湾整体的薪资扁平化的趋势是愈来愈严重，人才拢走对薪水较悬的高科技产业去，其他产业招人才压力嘛是愈来愈大。嘛，呼吁业界要升人才，除了薪水、品牌，也有其他福利等等，嘛是民众找头路的重点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